建構一個和諧嘅社會嘅話咧，咁其實母乳餵哺呢一個運動咧係可以有一個積極性喺度，令到員工之間咧係有一個好好嘅工作環境啦。咁令到大家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，亦都係可以更融洽嘅。對一個社會咧，咁其實年青人嘅成長嘅話，咁如果佢有一個健康嘅身心咧，其實係對未來嘅社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發展嘅幫助嘅。希望咧好多一啲機構咧，亦都係可以根據翻母乳餵哺嘅一啲指引，譬如話提供一個私隱嘅空間，咁可以俾母親咧嚟到去餵哺嬰兒。除此之外咧，空間嘅建築嗰方面啊，同埋一啲配套嗰方面啊，去傳揚呢一方面嘅信息咧，俾我哋嘅會員同埋社會咯。母乳餵哺呢個運動咧，係要積極咁樣去推行嘅。除咗僱傭之外咧，其實對下一代啦，對整個社會咧，都係好有裨益嘅。Say yes to breastfeeding， 支持母乳餵哺。